老马，也我对侬深深讲，我来做个媒，帮侬称心上，人才相配，问我相当，门生生呀，我做媒人可门生生呀，我做媒人可稳当。小姑娘，侬做媒人不像样，怎样做得对，干啥像不像？我来试试也不上。弟姑娘，我就听侬讲一讲，我家奶奶许配那家年轻郎。姑娘，看侬啊，笑嘻嘻的，做啥呀？婶婶。